你話小提琴好難學，啊 vibrato 啊好難啊，音準好難，但係一定難唔過咧同其他人相處做人嘅學問啊！有啲人咧喺呢一方面咧好有天分，點樣同人交際啊，係好圓滑。自問呢一樣嘢係需要學習，尤其是喺你成長嘅環境啦，同埋喺你嗰個年代係有限制嘅。咁但係至少自己知道弱少少嘅地方喺邊，咁就慢慢嚟咯。